这个风格特别好，这个我要买。这个好啊，这个买一本。我也想要，我先买走这一本。我待会儿可能又要背着一堆书回去了。买单啦！我来。还有这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就这几本是吧？谢谢。会吧？会，你把书全部都看完了？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一定了。挑里面有用的看，没用的书就放着吧。没开封的比较多。书柜里一大堆书。就是能读完的应该在60%，书架上堆满了，然后其他的就是暂时不看的，放在书架上。这是我这2年积累的，积累了10几年了。你想，我可能买书太没有节制，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翻译成了我一个放纵自己买书的一个借口。这个我也得承认啊，不能这个。家里没地儿下脚，后来他们给我集中起来，都运到郊区去了。我买这么多书，是不是有点傻呀？脑子有毛病。12月11日，让我们以书为舟，开始一场奇幻漂流。